日本时代，台湾西部嘅客家先民，客过中央山脉，来到后山花莲来开垦。也是从古到到今，爱收記嘅就係記錄嘅故事，一段客家先民老原住民喺一地土地當中失望打拼嘅故事。哇哈哈！觀眾朋友，目珠大開嘞！唔看俺後背啊，按過嘅山係乜嘅呢？是係俺哋嘅護國神山中央山脈。故說呢，俺哋哈還有吃韓國語呢，是把冬片。把冬片會看到乜嘅東西呢？有看到後背冇？後背啊，呀，有點高又不會太高嘅山係乜嘅呢？是係俺哋嘅海岸山脈啊！俺哋從古到到今，兩大位數喺那邊呢，只係俺哋嘅花東縱谷啊。用板會來到那邊呢，來兩排看一下米站。米站嗰邊哦，有一隻客家人還有原住民交流嘅骨頭啊。到底呢，客家先民啊，還有個原住民呢，用板交流呢，用板呢，按有自己蛋糕啊，都按有行來行去呢，青島嘅故事同俺去看一下。從古到到今，出發！我去啦！喂，嘉源啊，上帝會提你，等你下河行愛行古土呢？冇唔錯，今本日嘅主角就係位在花蓮樹峰鄉米站村嘅米站古土。呢條古土呢，離一下已經有800多年以上嘅歷史了。米站古道啊，你看幾久咧？1888年之有咧哦。今年2016年咧，俺哋從古到到今，最老了米站古道嘅面紗，哎呦，啪大傀儡啊！我前一陣清重要一年，喺馬上呢，只係俺哋村長。哇，村長哎嘛，啊來啦，嗨拜！哎，村長來嗨拜一下。哎呦，根本一樣吼，俺哋從古到到今哦，我以前啊，我去行嘅米站古道啦。哦，對，我來介紹。好，俺哋阿位啊，哎呦，有村民吼，住啲位就開工做開工嘅。哦，溫大哥，拍手拍手拍手，你哪位來啊？新竹虎口來的啦。哇，虎口的哦。米站古土係一條先民運送物資嘅重要道路。喺古土當中來來去去嘅，就係像文泰哥安樣嘅開南嘅人。喺日本時代，米站村嘅曲諾當先生，上來青島西部客家人來呢片土生法。文泰哥幾不卡，就係這樣時來到亞嘅，呢面曲諾沒落嘅，一位嘅客家人呢，就以開南來做正業。跟米站古道啊，到底呢歷史故事啊，還有以前的狀況，還用板。我們米站古道，它是經過早期的時候呢，通到水蓮的一條的一個道路。那我們這個後面這一座山就是海岸山脈嘛，那海岸山脈再翻過去就是水蓮。哦，了解。故說你看呢海岸山脈，一片黑米站，一片黑嘅水蓮。啊，還有一隻乜最重要啊！你懂事啊，會開乜嘅東西啊？酒、插播，還有啲香茅油。那我們這一條古道的對岸，對面啊，對面，對面哈，就是我們有一個少數的一個原住民的民族。原住民的少數民族叫什麼？就是耆來雅族。觀眾朋友，耆來雅族。哎呦，對，哦，那為什麼跟少數民族有關係啊？對，就是耆來雅族。那我們在這裡去，他們的農產品，我們跟他交換。我們在這裡的挑屋都是把酒挑過去，跟他交換他的農作物。哎，這樣子。所以說，我們的挑屋幾乎專門就在挑酒跟農產品，從農產品從那邊挑出來，這邊挑酒跟日用品。從這裡都挑過去這樣。米站古土穿過海岸山脈，係內陸嘅米站，流破開嘅水蓮兩地之間，最重要嘅一條運送物資嘅通道。簡單來講呢，就係穿過海岸山脈行出線嘅細路嘅。
当时挑的情况就是像现在前面看的这个一样。开的东西通地资料呗，对，我们现在就把当时的情形复原。我们把它复原。嗯，现在只是空瓶子哦。哎呦，对，早期是挑酒，它是里面是有酒哦。那一瓶重量是2台斤，那早期是一边是18瓶，两边就是36瓶。哎呦36瓶就是3打。三打3打一瓶2斤，那几斤72，哎，对，哇，最少就要挑72台斤。这个跟各位介绍，这个扁担哈，跟普通的扁担不一样。嘿，你看哈，这个扁担它有弹哦性，，你看，你看，它这个有弹性的哈。为什么要有弹性？哎，等一下，好，讲弹性之前呢，观众朋友，我很聪明，科学一点，好，没有弹性，那没有弹性也有没有弹性的用法功能。这个专门在挑更重的东西，为什么要有弹性？要蛮用，这个哈，我就要挑给各位看。来，是，哎，开压，这个挑起哎呦，来，哎呦，哎呦，哎呦，哎，谁呀？一直挺痛哎，哎呦，心的心的，哎呦，对，嘿，为什么要有弹性？你在挑的时候，只要你抓住它的韵律，减轻你的重量，减轻重量，找到韵律，跟韵律有什么关系？对啊，用嘛用，我示范给你看。来，正版啊，你在挑的过程当中嘛，刚好要弹上来的时候，你的脚要上来，爬坡嘛，爬坡的时候，刚好弹上来的时候，你的脚要上来，哎。这样这就会减轻你的重量。因为给力量按用往上啊，哈，故说你肩膀就会轻，对，啊抬脚就轻，对。文太狗也还精进的嘛，嘿按用啊，你都得示范给你董事行的情形本来看哈。哦，囊啊怂囊，哦囊啊怂，哦，是爱按用保护按用难的哦，你上家要蛮行，咚起，下家咧，下家要蛮行，听咯，你看几个脚，听，哎呦，转一下，哎呦，将来开一下中对嘛？我那韵律感心难呢，很难呢。所以你的手要抓后面，对，观众朋友，你看一下，那下有这个12瓶呢，这个12瓶，那下还有24瓶呢， 24瓶，蛮重哦。嘿，上家，下家，哇！哎呀，实在冇想到开东西还有暗道嘅學問留智慧哦。文太哥還講，頭擺開擔上山嘅時節，都會作業中嘅踏比，行山路嘅時節，真唔會忘到。哎，加油啦！你準備好嘅嘛？我正式出發了哦。哈！哎呦！小戴，等下，我过来一下。哇，来，蛮重呢。来，在这里跟你做介绍。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古道。早期就是从这里。那这一座桥是我们几年前把它做出来的。那这个路，这些现在这个路面就是以前我们的古道的一个路面。这条古道米站古道，对，1888年之有嘞，就有了。你看，这行的仅仅是一扎时空隧道，你看哦，哎呦，行过来之类都了1888年嘞。对，这行呢，我连是承认1888年的脚步，好，继续行。来，我们继续走，往好前走。可以啊，慢慢体验一下。路条摆较工人啊吼，用板神法的，用板硬讲的，回味早期啊。米站古道全長7公里，係用開擔嘅人嘅腳程嚟講，來回一轉要4點鐘。吼吼，大家員唔會播錯哦。来，小戴，來，報告。现在这个已经有坡度来了哦。哎呦，开始斜了哈。金掐。金掐美哈。那现在我们是好天气嘛。没错。那挑夫如果碰到下雨，这个是很危险哦。下雨天就休息嘛。没有啊，没啊。挑出来没有休息啦，挑出来就是一定要到尽头，要到达的目的地啦。我们这一条古道哈，全部都是泥土的路。真的，你看这样看下去，现在看下去这样哈，尤其下雨的时候，这个路特别滑。来，你看我带了一个这个配备来，
哦，你要卖个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挑夫以前研发出来的钉鞋，哇，下雨的时候就要穿在我们的脚底。天数一下，上一下，你看你爱用板用，嘿爱用用，还嘿爱用用，还嘿爱用用，硬唔甜呢？尤其下雨的时候，哦这个路特别滑。来，你看我带了一个这个配备来，哦，等一下先将来看一下。哦哟，你要卖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挑夫以前准备的，他们研发出来的钉鞋。哇，下雨的时候就要穿在我们的脚底。观众朋友，你有看过嘛？你讲你啊，落条摆迄外人个钉鞋系嘛，村长？钉鞋。哇，文太哥，你啊正经迄绳都按用啊？哎，错，唔好错，最简便呢。你啊迄用个铁线啊，铁丝做八凡仙哦。八凡仙。哇，用八凡仙做的呢，还有你锁的嘛学的哦。哎，无锁的唔会迄。观众朋友，天数一下，上一下，你看你啊爱用板用，嘿爱用用，还嘿爱用用，还嘿爱用用，硬唔甜呢？文太哥做嚟示范一下嘛。做得，你一天啊，你按咯，讲海马啊。哦，海马诶，海矮迪是鞋子的嘛哈。马诶，马嘿哪一个字啊？马就是那里起的马啊，海带昨年去年出来就是马咯。骑的马的那个马哦。海马是啦。骑马的马是这样不一样，鞋子的马啦。啊，整齐。嘿，就了安尼拉落去。凹槽啊，竹弓啊，吼。咱的为说安尼哦，了。哎。安尼踏啊年纪。海马是按用踏起来按用，还有还会这按用怂落哦。他怂了，哎呦！哦，等一下你叫伸直一下，吼，将来看一下。哇，你看俺人个马呀，吼，海马的用到了竹弓啊，故说你看俺人手诶，两边绑起来，上面打一个结，这是后背脚跟的踢缝啊，吼，还有打一只蝴蝶结固定按用，要是唔会挺痛了，你看，你下呢重现风华，文太哥麻烦。好。漏一天用板下家，看他的脚步，你看。哦，这一行哦，斜按用啊哈，脚是打横的按用。上家。哦。唔会弯呢。停到乜股喺度？哦。文太哥讲，头摆开单的人嚟到船前。太风太雨没爱行，故所呢，将发明一种简单又轻强的海马诶，实在很值哦。按样嘅海马诶，市面上买唔到，都系开单的人自家做嘅，一下呢，咪已经请唔到了。呢度我哋拍片呢，文太哥头也呢做出一双，就係為到本大家做得充分了解米占古土當行頭擺輝煌嘅開檔文化。喂，行哦，好，老大，哎呦，一个很特别的树，我要跟你介绍。哎呦，赶快来介绍一下吧。这一棵是我们的那个构树，就这一棵。嘟嘟嘟嘟，哦，一直往上。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果实？啊，有啊，那边红橘红的，哎，这个就是构树的果实。摸起来有一点那种果汁的感觉。对，哎，你看这上面它是那种根一根的。那个哈，松鼠啦，是猴子啦，鸟啦，哦，包括以前我们哈小时候没有水果啊，是，我们都可以采来吃。它红的时候，一点有甜甜有水果的味道，做的是啊，做的是，而且哈，它的那个皮，我们这里的原住民哈，他们做衣服的它的尺寸要多少？我们就裁在树的，就把那个尺寸把它裁出来。哦。那我们中间会用刀子把它破开。那横的我们用刀子把它绕圆圈完了以后，慢慢的整个把那个树皮搓下来。哦。那搓下来以后呢，就到我们的水边，它会把它的那个纤维是，他们去把它打一打、洗一洗，把那个纤维把它晒干。叶子嘞，叶子有没有作用？叶子牛。鸡、鸭都可以喜欢吃，都喜欢吃。对它的叶子。哇，没想到这一棵树有这么多的用途啊！除了家村长讲的功能以外呢，构树咪係鹿嘅當好嘅飼料哦。故說喺台灣要喊做鹿嘅樹，喺早期咪係做紙錢嘅好材料。來，哎，
文泰哥很矮啦，文泰哥来了。你到上山啊去野外哈，万日本棚的调度啊，哎呦，棚的调度啊哈，嗯，你就会种起来。嘿，你看有一张在外面青菜都吃得到的，马该东西。很多三五号，三五好，三五号，嗯，你啊逛的哈，你给那个过哎，嘿你，冇调到冇过来要好哟。哎呦，无调到狗不会啊，嘿，调到的哈，嘿，你那过累啊，等下一个累2、3多，差不多半个钟头就好了，就好了。就唔会中了。韩国你啊上山咯，嗯有过年啦，嗯青菜糕、嗯牡丹茶，嗯，你啊山当有好水的，讲来嘟嘟嘟嘟嘟嘟。你看啊，哦，你看肉条拜啊吼，这某个矿泉水哦，列下这些矮人个山泉水安尼20嘞，哦。嗯，还没揪出来，让你从良。从良啊！文泰哥第一家园爱直接上山行古土，古所呢家定一隻機會來傳本佢結下鋪野外持久嘅方法，一道都係書行學唔到，先民傳下來嘅食法之味啊！對起點出發，見行見講，到呢下呢家園正完成1/5嘅路程，愛實趕路了，呢度加速，村長呢還講出一個開淡嘅人嘅小秘密。你现在是不是会累？會累會累，板会不会酸？酸透了，我天啊！你要会换肩，然后换肩是不是？哎换肩要有节奏。哎呦，嘿，嗯，那以前挑夫，他还没到休息点，他是不能休息。哇但是他就是用换肩的方式，是就等于你这一个肩膀现在酸了就休息了。我换给你看哈，好，这个脚有韵律嘛，哎，你这个手要抓紧是，啊，这样，哇，这样哎，呦，哎，这样，哎，很厉你要抓害，好哦，要不能就会甩掉，会喷出去，哎，有对意思会喷出哈去。这样的。这要问一下，文泰枸杞有标准吗？有啊哈，你肉条摆按用换肩这些按用的动作，中用的哈。我有人来啊，我转去，等下你就做得去看文旦隧道。哇塞，你丢这4个字“文旦隧道”啊！後生嘅時節做開淡嘅人嘅文泰哥，一下呢已經改行做耕種嘅人了。文旦隧道就係佢最傻皮嘅作品。等一下，我哋完成米棧古土嘅體驗，再來去拜訪。喂，大家要啊，路還清長呢，堅持下去喲。哇，村長，你要不可以用嘞，做点撩一下嘛？哦，这边已经到，先放下。先放下，放下去。哇塞！哇，那肩条，哦，有酸哦，对不对？真甜。你看，你们会不会按可以用？要带下黑火把黑嘛？那个前面就是我们的花莲溪哈，哎，这个就是我们寿丰乡的西瓜的专业区其中一个地方。你看应该亮一排一排给这些西瓜田的哦。西瓜园，它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河床哈，嗯，就是土地在利用。哦，它种西瓜是最好的一个最好什么一个地。村長講啊，西瓜一種啊河壩順，按用飲水爭方便，同時要去排水清好，才唔會俾西瓜浸到爛鐵。花蓮就因為有熱量大嘅條件配合，將成就嘅西瓜王國嘅好名聲。下冇兩鋪腳，家園唔用有得些苦難哦。路條擺客家人經營無簡單。你看俺連兩條路啊吼，休息很多次，路條擺嘅開工冇人吃困呢。没有，辛辛苦。对啊，既然啊吼爱用開一拜啊吼，就得賺幾多錢？这个哈，这个多少钱哈？哎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樣這麼不公平啊！不是，我们这个就是以斤論酬，嗯就是你挑多重，到那边要磅秤。哦，你如果挑的越重，嗯，那你的钱就比人家多。董事啊吼，给一日所得平均大概是多少？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的挑夫走一趟差不多要2个小时，2个小时他可以赚差不多20块。当时的公务员哈，1个月才600块。哦呦，1个月600塊600块。我们这个挑夫一天可以挑来回挑两次哦。
调一调是一天赚40块，不止，不止。哎，一天就赚多少？一天可以赚到80块，它来回都可以跳。啊，爱用啊，没错没错，20球就80球爱就用。 80块。你看哦，了马该时间啊，吼，了到为开工那个行业没落了。水莲村的那一条台11线的公路哦是民国59年的时候通车的。哦， 59年以后，我们这个运输的挑夫的工作啊，就被公路取代。喺民國59年以前，開淡係一片熱門嘅行業。喺古土兩片嘅米站、留水蓮嘅雜貨店地背，還有請自家專屬嘅開淡嘅人，爭做得應付當地嘅貨運量哦。村長，哎，等一下行會行幾久？哦，还要很久哦。哇，哎，现在我觉得时间哈，嗯，可能要上去哦会太晚。现在哦走，上去哦，可能还要1个半钟头。哇，行久啊！这里的文旦隧道，这个是全台湾哈，可能只有我们这里有。哇，都得名一下哦。都在都在。哇，哦，很太亮哦。香蕉隧道啊，那个对，我也是特别设计的。我有170公分，俩香蕉有几个？你看一下，哇哇哇，这个应该有2公尺、3公尺这么高哦。有。村长，哎，等一下行会行几久？哦，还要很久哦。哇，哎，现在我觉得时间哈，嗯，可能要上去哦会太晚。现在哦，走上去哦，几久？可能还要1个半钟头，哇，行久啊，几远啊？几公里差不多还要2公里。 ？2公里呀！哦哟，爱用公益类开工冇简单。真的不简单。那我们现在带你去看我们温大哥的文旦隧道。哇，夹落去文旦隧道。对。哎呀，大家月本村到了，因為外頭呢見坡見行，速度挺慢的，等行到山頂巷嘅時節，間怕天啊都已經吞烏了。再加上呢，穿過山頂巷過後嘅米站古土，年久失修，無路可行。故所根本呢體驗行程呢，先到兩片做結束，利用一下呢，還有光線，實實來欣賞一下文泰國嘅文旦隧道。哇！你看我们的挑夫温大哥在这里了，在迎接我们了。很泰国，欢迎，哇，握手亮，一定会握一下手。哇，那个，来，欢迎，又见到你了啊！哎，这里的文旦隧道哈，哎，这个是全台湾哈，可能只有我们这里有。哎，等一下，真劲有样冇样啊？这两位有啊？冇便宜，又蛮讲，这两位有。要去做安尼啊，该全部文旦哦。哦，哇，很多嘅文旦呢哈，有看到？还有俩真劲像隧道腔样啊，那蛋糕同啲文旦，哇，做得名一下哦。做得。哇，你看，哦，很太亮哦。强哦，很强哦，按勇讲的意思啊，我俩做得是嘛？国历的9月份啊，就为你呢白露前、白露后，俩前后20天，同度后是的时间，刚好都是中秋节，文旦早起来一天来冰，有1礼拜过当好好吃。炸下落去冰1礼拜哦。讲讲，你看按到的文旦啊吼，真系顺条，按用就讲啦。你看这个就是到现场的临场感就不一样哈。什么叫结实累累？这按用的意思。我们花莲的文旦，其实产量蛮多的，几乎在全国里面，我们可能差不多有2/3是我们花莲出产的。民國59年，台12線開通，開淡嘅工作冇按好嘅，青島開淡嘅人面臨轉型嘅問題。文泰國為咗生活，實離開花蓮以外地做事。民國70年，將要轉到蘇鳳來種文旦。30年辛苦嘅耕種，將有根本嘅成果。今日米站古土嘅體驗，咱將進行一般聽聽。歇困日暗晡，聽講日早晨。我已經吹，將我出發去到水蓮，繼續米站古土嘅探索。嗨，初戀昆天師的你，
有吃到俩青江哦，没错啦，俩吼这眼呢花东纵谷哦，俩片呢你看俩矮矮的山啊，这眼呢海岸山脉，古时候呢你看还有俩条桥，还嘛该桥呢，俩条桥是把脸台桥，带下还嘛该海呢，把脸海啊，你看这边是出海口了哦，你看哦。青燕隔壁啊，这个海岸山脉带下呢，这些米站啊，老条摆客家人呢，这些米站隔壁哦，开了在海岸山脉繁沟一隔片啊，这些水莲啊，现在人啊吼，会视察这第一林岸用，绕个海岸山脉一圈，扬州的许多水莲隔壁，老条摆人进行亲近，客山岸用亲家。冇唔錯，一直到今本日，米站古土還係穿越海岸山脈最強嘅出現起嚟。順登台十里線來到水蓮，頭擺開單嘅人還帶到兩片，故所今本日呢，會麻煩記者來帶路了。哦，很大條嘅強潮哦，很大條嘅薯條啊，好第一排看到呢。第二下呢，俺的節目啊，吼，天天推11線啊，吼，很多條海岸山脈，我不會靠海的地方，水蓮，這是俺聊到邊啦。因為呢，水蓮會輕易上癮，輕中優，佢係黃大哥。對了，水蓮松溪當過嘅米站古道啊，吼。請術師啊，吼，故說呢，俺哋問佢，佢只會同我講青島的資訊啦，黃大哥啊，你好，哎，你好，哇，聽說這個你對我們這米站古道水蓮這一邊的吼，可以說是非常的了解，是不是？是。好了，那就沒有我在這裡50年了。哎呦，這麼久啊！50年了，是不是？對。現在我請你先出香蕉。哇塞！這怎麼好意思啊？沒關係。王大哥咪係早期開壇嘅高手，老文大哥同樣，民國59年過後都面臨轉型嘅問題，經過千多年嘅努力，一下呢已經係成功嘅揚州農了。哇，香蕉隧道啊，王大哥！對，我也是特別設計的。香蕉隧道，坐在沙發上的你一定感受不到。你看，好漂亮，可以走進去裡面呀！哎，歡迎。哇，我們邊退邊走，我們面對鏡頭邊退邊走。哦，觀眾朋友有沒有感受到？你看看，先來比一下這邊好了。你看我的身高，我有170公分，兩公尺有幾高？你看一下，哇，這個應該有2公尺、3公尺這麼高哦。有，是不是？哇，這是香蕉樹幹啊。哎，對。哇，那我們坐下來，好好的邊聊邊吃，哇，舒服又有陰影。來，我們來吃香蕉啦。怎麼吃？這個香蕉這個好的哈，最好的東西是在這個頭，是後面就有一點不好的，我們就從這樣剝下來，這個不好就在這裡了。哇，真的，好，這樣來吃哦，會非常順的。香蕉博士教我們吃香蕉，要從尾巴開始剝，像這樣子，對不對？哎，對，這樣剝掉，因為這後面有一些黑黑的。哎，對。哦，糊的東西嘛，哦，還有剝開來，有看到嗎？一香蕉，哇，啪啪的，哦，真甜呢。好。对，不是那種死甜的，因為有一些太甜了，你吃了會嘴巴酸酸的。這個不會，不會，它有甜味又有一點點酸味。對，非常 Q 哈。這是什麼蕉？叫做蘋果蕉。哇，蘋果蕉啊！對。王大哥嘅老婆啲家兒，18歲時節，兩兄弟呢就共下過來花蓮做開壇破城法。對米站古土當年這段輝煌嘅歲月，佢係記得清清楚楚。今日呢，佢係當公成為朋友，向下來打嘴鼓，講當年神奇嘅事情哦。有人來了啦，大哥，頭目，哇，頭目啊！哎，哇，請頭目大哥來，那我們這邊請坐。哇，來，大哥請，你好。哎，這是我們部落哈的頭目，他在這裡跟我認識也是30多年了。哦，老朋友。老朋友，我常常這樣都在聯絡啊，見面這樣。哦，他這裡是也是最熟的啦。水蓮部落的頭目，對，沒有人可以比他更了解水蓮了。這樣子講對嗎？應該可以，是不是？在水蓮出生。以前呢，這個米站古道啊，來來往往的這些挑夫啊，那個時代你有經歷過嗎？哇，就是從年輕的時候就
拼这个生活去到米藏钓到什么东西都挑过。所以你也有挑过？啊，有，原住民专门是种产哈，种农就对了，是谷子啊，或者是花生啊，或这些没有地方说啊，还是调到米上去。所以说我们上去挑谷子回来。钓那个杂货店的东西，从那个我57年哦，这个路通的时候，这个挑屋已经就没有了，就没有挑屋了。自己再去想办法要来谋生之后，才开始这个种这个香蕉。一直在经营香蕉，经营很多还有后来我从91年在研究这个咖啡，在这个北回归线以南以北100公里种咖啡非常适合。现在所有的水莲的咖啡都是我栽培出来的。真的假的啊？太厉害了！现在我们就去喝咖啡吧。啊，太好了，太好！但是呢，在喝咖啡之前，我要来问头目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听说呢，这里啊。是我们原住民的少数民族的发源地，是不是真的？的确是真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喝咖啡的时候，好好聊一下，好不好？好。今年要减90岁嘅头目係撒奇雷亞族人，也就是前2日村長講嘅原住民當中嘅少數民族。撒奇雷亞族喺清朝嘅時節，為到本身嘅安全，抗啲阿美族部落地位，日本人當作係阿美族嘅一支。2007年，總算證明。恢復撒奇雷亞嘅族名。喝咖啡時間到了，大家舉杯吧！哇，舉杯，頭目有沒有要講什麼？大瓦根，大瓦根，耶！喝一下。哇，第一口下去就知道嘞。黄大哥，你的咖啡很厲害哎，好喝哈，好喝，不會說很苦哎。有咖啡出去到哪裡人家都很接受，真的。可以这个一种咖啡的咖啡豆去烘5、6种的口味出来，因為那個烘焙的那個深淺不一樣，就會有不一樣的風味。對。頭目，水蓮這裡啊，有這個原住民的少數民族。在水蓮最先來是算是講撒奇拉雅，國語是撒奇沙雅。撒奇沙雅，撒奇拉雅的意思。撒奇拉雅，我們正確的語言是撒奇拉雅。撒奇拉雅，那撒奇拉雅是在哪一個地方比較多？對阿美來說，在美崙呐，還有那個北部還有那個狗湖里那邊呐，都是撒奇拉雅比較多。撒奇拉雅啊，來到水蓮。集起、瑞穗，这些撒奇拉雅是比較多。哦，那我可以這樣講嗎？就是水蓮這邊呢是撒奇拉雅的發源地，可以這樣子講嗎？可以講。在這個米贊古道底下的這個水蓮這裡的撒奇拉雅，他講的話跟原住民的話有什麼不一樣？尼度就是烏斯拉。哦呦，好難念哦！這是阿美族哦。烏斯拉，斯拉。我們那個撒奇拉雅說烏拉拉。烏拉拉就是泥土哦。哦，烏拉拉，觀眾朋友，烏拉拉很難念，要那個彈舌。對，烏拉拉。挑夫的話有沒有原住民話？有，教我一下。海丹就是米利馬達，海丹呢，客家話這樣子。你看肉條拜啊，我們以前走這個米贊古道的時候，如果說我是客家人開東西，開到料 V， 遇到了這個頭目，我們就要講米利馬達，我是米利馬達的意思。所以很多這種語言的交換會發生在那個時候。對吧？那講客家你談的是麼？談書法。哇，好厲害哦，真的會通呢。所以我覺得我在這邊看到，真的大家呢，真的要把自己的這個心法嘛，放下來。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啊，整個地球人就是人啊，對不對？所以我們不管語言，不管身份，不管膚色，其實我們都是要互相尊重、互相有愛的，對不對？對。家園講都同好哦，聽冇講啊？後輩啲米贊古土當行，唔管咧讀到客家人，也係河洛人，大家呢都會互相照應、打嘴鼓，咩學會係互相嘅簡單嘅語言，非常嘅快樂。好，識得嘉賓呢，頭目老王大哥就帶領家園去山鄉來尋米贊古土了。就啲半路上，媽媽風傳來千荷塘嘅歌聲，嘿嘿，係萬人啲唱歌嘅喏。哦呀，好啊，也有人，哦啊。
还有银河呀，安好啊呀，好啊哦耶呀，好玩有银，好玩好玩，还有银河呀。哎，头目，那个，我是 Honey 啦，我是来踏勘啦。Honey 是我阿美族的名字。哇啊，因为碰到那个老头目，他们知道我的名字，还有黄大哥，是我起名的，对叫 Honey。哦，真的假的？对。哈尼是瑞典采地嘅阿美族人，很多人转到故乡来从事旅游嘅工作。因为再过几年天嘛，有游客爱过来体验，故所根本人呢，佢想来探路线，等一下就来老矮岛来比下。哇，到了吗？到了，这里就是以前这个就是那个米站古道的这个出口啊，从这边下来要接这个水源的古道。哦，头目确定是这里吗？哎，对，你以前有走过这里吗？哇，就走了好几十年。好几十年，观众朋友现在一定很好奇，现在古道长得什么样子？我们镜头大家一起慢慢转过来。哇，某路了啦！哦，哎，黄大哥，你刚刚说这边就是我们米站古道接水莲古道的这个交界处，对不对？是。某路嘞，没有路啦。有没有？野生黑格。我们在一般水下，像这个叫了。哎，钻进去了，不走了，把两个抓！浪花蟹金银，哇，形状很特殊啊，哈！而且我们现在抓到这个大只的，哇，它里面还有橘红色的蛋。黄大哥，你刚刚说这边就是我们米站古道接水莲古道的这个交界处，对不对？是。某路嘞，没有路啦。是啊，现在的古道就是没有在整理了。哦，在你看看这个古道，你看就这样。哦，哇，现在比较荒了啦，我再找一个那个平台也是一样哈。哎，一般看一下。哇，你蹲好低啊，摄影师你好辛苦啊！哇！摄影师，你掉到洞里了。来，你看看我们这边真的就是荒郊野岭呐。以前呢，如果俺开单的还用开沟了看到了位一定心欢喜，因为钱存到了啦。因为呢，很重的东西这边已经是下坡了嘛，下到底就到家换现金了。哇！黄大哥。来，我们刚刚摄影师都已经掉到洞里了，我们还要不要再继续往上啊？我看不用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对，早点说嘛。哇，不过今天这样很开心，因为呢，我们虽然走了这一小段啊，但是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哇，当时呢，我们从这个米站古道一直走到山顶，然后翻过海岸山脉走下来到这个水莲古道这边街道的时候的这个感觉啊，我们今天都两头挑过去再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经过的。真的哇，真希望我们这条路可以赶快把它就恢复起来。是。王太哥讲呢，米站古道来到水莲这片嘅时节，采地嘅水莲人係喊做水莲古道。提醒人嘅觀眾朋友，雖然名嘅冇同樣，不過呢都會向一條路哦。接下去探路線嘅Honey嚟到加油配合了。佢講呢，米站古道頭擺咪係阿美族打獵嘅路線，要帶位阿美族嘅文化，愛嚟留大家來分享哦。它如果是說這樣，它綁起來是這樣。在山上看到，在山上看到这样子的话，这个记号是这个是一个记号，是有咒语的。什么咒语啊？啊，就是那个我们不管是祈祷或者去山上的时候，为了就是不要让其他的人进来他的那个结界的意思吗？范围，他的狩猎的范围，他就会放这个，然后他用咒语，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要远远的闪过。你碰到它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发生一些意外。哇！哦，就是阿美族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咒语非常的厉害。现在金顶就会，你看巫师文化的一个体现了。对，现在有打一个草鞋。对，那不要碰它，不要碰它，不要碰它，远远的躲过，躲过就闪过就好。闪过去。
了解米毡骨头嘅体验，除了了解客家先民嘅辛苦、留生活智慧以外，咪认识了原住民朋友嘅生活文化哦。在项目一久，我哋总算来到骨头平台，看到安靜嘅風景。家園老哈尼歡喜到見唱歌嘅見跳舞。哈尼講，就地嘅附近呢，也就係米毡骨頭順巷，有一戶係客家鄉親，拄好係家嘅朋友，約土藝就可以拜訪一下。唔過呢，有事情要先離開嘅。條件啊吼，舞台狗啊吼，去準備俺哋嘅撒網捕魚的事情啊，你下呢會嘅就哦，客家媽媽。直接本給炒的啦，媽媽你好。啊你好，大家好。哎呀，他這個按有心嘛，按有心。真勁真有心嘛，俺哋從古到到今年，我破了個骨頭的故事啊，吼，模擬是冇記人，記人是冇辦法攏來講那故事咧啊，吼。客家媽媽，掌聲一下，耶，很好哦。媽媽，啊你來到了達邊啊？吼，第幾久啦？來了係第千久啊，包山包鎮啊。23歲，就帶到你哈，210歲啊，跟23歲呢。哦，帶了應該有60年有啊，老頭擺吼，媽真正有行過了米棧古道哦。有頭擺從頭對呀用下。係哦，後面哈，兩位開路張對兩位。神做先用行路，我哋細年嚟做行先，我擺一隻，佢就停啊，我講按嘢都冇去哦，唔停爸爸，佢就叫爸講，爸爸媽媽做嘢唔好打我啊，安排佢最曉啊。三歲是天天媽媽對兩行做啲風鈴啊嘛。哦，那行過一風鈴有行幾久你記得冇？差唔多4點鐘。細年嚟都要4點鐘嚟。佢咪啲公公咧？有冇有？一杯山公公。係哦，專門種雪的。專門公公，唔係搶嘢。愛用啊，同啲奶愛用。頭擺當到，不過客家人是不來嘅，那係黑狼人專門來到啲開山蛋啊，專門種條鐵條啦、香茅油啦、包雪，所以講頭擺專門行呢條骨頭過米棧街邊。哎呦，觀眾朋友，你下真正有證明了哦，你看。兩位太高啊，吼，是細個的時節，3歲啊，吼，3歲就有行過了米棧古道，還有呢，客家媽媽哦，嘅後生的時節啊，吼，就開咧打練啊，打獵釣梅嘅啦，打釣梅嘅，滿字的意思，滿字啊，吼，還有去嗰啦，米棧古道，基本上吼，真正哦，請到了暗號的證明啊。啲雖然呢片做得講全部係原住民朋友，只有少數冇到師傅嘅客家人對呢片成法。基本上大家有緣做到呢片大嘴鼓，咪算係一種緣分啦。離開千第二上嘅北美過後呢，假如可以開船呢，下年就要安排好雖然呢片輕柔鐵石嘅活動，我假如天作我嚟體驗一下。觀眾朋友，你下眼到微數呢？這個水蓮的出海口啊，你看嗰邊哇，麗星遊輪哦，很強哦，上面都是享樂的人。但是呢，眼嚟到邊嘛係享樂啊，會請一場輕重要人，這些眼嚟呢，海王子，冇錯啦，人稱海王子的他呢，廢話不多，為什麼要找他呢？因為老婆黑客家人係嘛？哈發糖也是啦，一點點，糖唔是就在跪算盤的哈。好，那你手上拿的係乜干廟誒？什麼網？八卦網。八卦網。好，八卦網撒網技巧，觀眾朋友請注意看。來了，海王子，示範一下啦哈。他先上掉，啲魚啊哈，糖都上就要掉出來。哦。條件觀眾朋友有看到啊，哈，幾妙哎，哈，啪，還有大傀儡啊，哈，很完整一隻圓形，那只係下網魚下得好，有魚嗎？有沒有魚？有嗎？這是什麼魚？哦，問一下啊，這什麼魚啊？火亮，哇，有厲害，有厲害。哦，這只是很好的魚。哎呀，好難啊，每次抓魚都會亂。你弄到的那個，你弄到。好像是 OK，野生的黑蛤。野生黑蛤。天淺淺嘅團湖了，來到水蓮嘅海船呢，就得看海王子作嘅，
纪念年出名嘅文化以外，最重要嘅就是來看這片鐵油嘅浪花蟹。開放之嘅色浪就會這片做摸海嘅故事哦。我们在一般水下，像这个，哎，钻进去了，没了，哦，又跑出来了，不走了，来了个抓，有吗？哎，钻进去了。愛做嘢嘅浪花蟹吼，真係冇按改喲，木足、樹腳愛當腳。聽講啊，市場上嘅價市啊冇便宜哦，一斤700-800塊哦。哦，所以你看浪花蟹，我们这个海岸线呐，吼，这水莲那片海岸线，看到去同体那个浪花，不说青头料在浪花蟹。如果说有闻到就是腥味，哦，它就会停下来，就会那个找东西吃。找东西吃，对。看那浪花蟹今天，哇，形状很特殊啊，哦，而且我们现在抓到这个大只的，哇，它里面还有蛋呐，对不对？橘红色的蛋。对，我们在一般水下，像这个叫了，哎，钻进去了，没了，哦，又跑出来了。这样子的环境它可以爬，它会爬，它会钻进去哦。对。它怎么样子看它会斗对路，所以它用屁股钻进去沙子里啊。对。好啦，我们真的要谢谢小亮哥啦！水莲翁里的浪花蟹，好，刚刚他们也很辛苦，这个表演了很多次这个斗退路，就往后走这样子给我们看。那我们现在一样，秉持我们一样的原则，把它放回去啦，好不好？现在浪来了，刚好斗退路，下去，冲走了。今日从古到到今，来到花蓮蘇鳳鄉。順定193煙土下，潛到係100年歷史嘅米棧古土，一條穿過海岸山脈嘅古土，呼起米棧留水蓮居民嘅生活、留經濟，還有促進交流嘅任務。雖然一下交通利便，古土是特嘅作用，我哋條古土嘅歷史就係捱到節目來為大家記錄嘅珍貴資產。每本讓大家睇睇捱到鄉下從古到到今。蹭，大家觉得米棧古道好不好玩？好玩！大家喜不喜欢我们客家人？喜欢！我们的节目名称是《从古到东秦》，今嘛。